来继续来看是这个高雄市的刑警大队抓到一个卖毒的集团，为着要来闪警察，因拢是租客停车载这个毒品送去给人客，而且每让一段时间都会换车。这警方透过网络追查，抓到司机攻入去毒窟，查到规清包的毒品数量惊人，啊，甲这5个嫌犯送法办。 警察拢忙不去，叫内底人袂当叮当，乖乖听话。原来因是卖毒集团。嫌犯规个工去，警察搁伫咧房间内底找到正千包的毒品，有咖啡包963包，毒品K 他命26包，搁有现金55万。来，苦啊！ 等一下。啊！警察伫咧调查进前，嘛伫咧路口抓着共犯，刚看到嫌犯乖乖趴伫咧涂骹，唔敢叮当。后边锁2台客运车，这毋是有人救车，是犯罪工具。该犯罪集团是1人担任了电话的总机，2至3人驾驶自行车对外毒品的交易。 高雄市刑台17号抓到卖毒集团，因平常时四个租客运车卖毒品给人客，每过一段时间得换车，向警察调查。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警察跟踪几啊天，和网络追查，终身破案，嘛顺利把5个嫌犯抓起来。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